说起来，这还是第一次邀请人类来我的洞府做客。洞府在水下吗？这边，此地格局都是按照内海风格设计，这样厉道友或许觉得更熟悉一下。放心，这孩子对人类并没有恶意，反而还十分好奇。只是自幼便生长在这儿，没有什么机会接触人类。风某这才带你进来做客，没成想，道友还没进门，就把孩子最喜欢的灵草给拔了。这狗什么啊，你我也算是因酒相识。上次答应你，如能再见面，我请你尝尝我自己酿的酒。这可是我烈风一族秘传的独家真酿。100年才酿得一坛啊！放心，这次主料不是什么天地人3位合一了，而是一颗化形阶的妖丹。化形阶妖丹？哼，我观道友修为应正处于瓶颈，想要突破结因，这才要找半妖草的吧？喝了这杯酒，多半你这瓶颈也就过去了，进阶结丹后期不在话下。若果真如此，这一杯酒便胜过万千灵丹妙药。怎么，害怕风某在酒中动手脚？我若是真想取你性命，又何必用在酒里下毒这般微末伎俩？晚辈不敢，但是我们人类有一句老话，无功不受禄。如此珍贵的稀世珍藏，晚辈不敢白喝。坐，厉道友你坐呀。依照你们人族的规矩，饮尽杯中酒，就当是全了你我之意。这杯酒，厉道友是执意要先聊再喝。再推脱下去，恐怕要激怒他了。承蒙前辈如此厚爱，晚辈受宠若惊，那就却之不恭了。